我是简阳东，你即马收看的是公视台语台报道高顶节目。土地公普遍去互台湾人当作是土地的保护神，而且伊嘛是上瓦近咱的生活的神明。阮的祖先迁徙去新的所在，第一件代志就是起一间土地公庙。因相信土地灵，好把袂一间，土地公会保护咱的庄仔头。因为较早开垦，所以伫咧新庄庙街顶悬。地当看到有几啊座的土地公庙，毋过新庄福德寺土地公的历史是上久的。照历史的记载在清朝乾隆11年就有啊，就你西元1746年到274年。因为地理关系，新北市的新庄是北部上早开发的所在之一，土地公是迄当阵祈求开垦顺利的上顶。一直到今，庙街的神明伫咧示警的时阵，也是会请福德寺土地公来开路，来保庇示警平安。妈祖圣诞23前一天3月22，结果就是新庄地藏庵大将庙伫全新庄绕境的时阵总会来请咱新庄福德寺的土地公伯去开路。土地公的性格虽望无悬，毋过却是上瓦近台湾人生活的神明。伊总是笑眯眯伫咧照顾咱，保庇咱一切平安。节目看了，会当去附近的土地公庙行行咧，甲土地公行礼一下，感谢伊拢无离开咱。咱台湾有俗语伫咧讲，田头田尾土地公。伫咧以前的即个农村其实四界都会当看到大细间啊，即个土地公庙这种田人要去做石头进前头一件代志，就是先到即个土地公庙去甲拜拜祈求工作会当顺利啦，五谷会当丰盛。现主时现代的社会其实这土地公毋那是敢若是农业的人咧拜其实做生意的人、这商业的人嘛会去甲拜。所以讲咱初二16的时阵拢会去做个拜土地公，会当算讲变做是街头巷尾土地公啦。所以讲这个土地公甲咱台湾人的生活会当算讲是上密切的这个生命这土地公的信用到底是安怎去发展起来？所以咱今日来了解一下，咱就邀请到咱出版过《台湾土地公》这本册的作者王建王先生。主持人，跟咱各位观众大家好。但是为什么伫咧这新庄这个所在特别有遮尔侪街头巷尾一大街这角市啦，遮尔侪土地公庙这是啥物款的原因嘛？咱这个新庄因为是较早咱北部咱算开发上早的咱定定讲一句话嘛，一户二路3万家。不过事实上咱伫阮新庄咧讲一户二路3新庄，也就是讲在2万家发展进程，其实新庄就已经发展甲足好的所以当初迄个咱的船只大船啊，不管是大陆啦，不管是咱台湾即个各地即个船要入来咱即个台北的时候拢会为即个八里啊淡水，然后即个淡水河行即个大汉溪入来都有一个河港，所以迄搭当初就发展得足紧的。因为发展足紧，所以伊的旧路就足济，旧路足济的情况底下，最后变成一个庙街，一个街市。即个街市的时阵，所以就有足侪土地公的，因为即个砖头甲旧路的形成，就来起这个土地公所以伫阮规条咱新庄街规条就几间土地公庙。伫咧这新庄的庙街顶悬，咱见证讲咱这农业社会转型做商业社会对信用其实无改变。像我咧看咱规个新庄街规个咱新庄这边的土地公因为是大汉桥嘛留落来咱较早咱对这个，咱拢会讲最主要是水是财富的意思嘛，所以土地公足趣味土地公庙咧起的时候伊拢一般的咱台湾的土地公庙拢会起即讲有这个水流有这个溪水有经过这个砖头的时阵拢伫要这个水要这个溪水要流出这个砖头，遐有起一间土地公庙。主要的迄意思就是讲，就这个财富流伫咱这个砖头。所以规个新庄街这个安尼为这个咱
种顶流吼留落来吼，为三峡啊这边留落来时阵，其实所有的这个土地公庙，伊拢向这个应该是向南啦吼。就这个有种就这个水，这个财富留伫这个所在意思。但是唯一有一间甲人较无共，讲是这间啦。对，这间是咧向北。伊向这个咱这个新增街啊，这种日本大正年间的庙啦吼。伊其实伊是足趣味的，伊是两层楼，下骹是福德祠，就是拜土地公的，悬顶是观音妈，叫做调工师吼。所以这个变讲一个庙，一个建筑内底有2间庙，因就是主要就向咱这个新增街。新增街意思是讲就是要守护新增街的这个发展，财富啊、生理啦，大家汉钱的意思安尼嘿。咱讲关圣帝君就是关公、关东爷嘛，咱知影。妈祖，咱嘛知影讲妈祖的故事，知影是啥物人。但是土地公敢若真侪人吼，毋是讲敢若是特定的某一个人，是这意思。这个意思是吼，其实咱这个土地公吼。伫咱台湾当然叫做土地公啦吼，毋过其实伊的这个发展吼，咱讲应该是种属于一种传统的一种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拜，可能对日头啦、对月亮啦、对山川啦、对河啊、对土地拢同款，所以土地公其实是为土地信仰这个方向发展出来。所以伫较早的时阵吼，尤其是咱这个咱较早的社会拢以农为主嘛吼，农业为主的时阵，所以大家对这个土地的这个拜吼，这个唔知为什么今年那有修行好，那个修行无好，拢感觉可能是这个土地神欢喜。甲无欢喜，所以为着要互咱的丰收，咱的农作物会当丰收，所以对这个土地特别的这个崇拜吼，这拢甲继续，所以土地神就是安尼倒发展起来吼。大概到了伫咱中国早期的时候，变讲有这个变成这个对自然的崇拜，慢慢变成一种人格化吼，变讲有一个人形成，所以叫土地公。所以伫咱这个土地公的这个形成过程当中，足奇怪的种，其实伊并不是一个特定的一个人哦，一个神，伊是讲有咱讲可能有功德吼，还是讲你有做足好的代志吼，安那叫咱这个天庭吼，甲你贴封，你就来遮做这个土地公哦，用管理这个所在，所以咱看起来吼，其实因吼是有一个灵气的哦，伊是爱有灵气的哦，那就轮替哦。我举一个例，像我去金门去拜访去采访迄个南北西街吼，伊迄个庙就是安尼，因12档，因12档会换一届。12摆会做交接，那就咱咧轮接共款，会做交接，爱办足热烈的交接的典礼，这就伫这种发现着吼。我嘛足侪朋友嘛是有甲我讲吼，其实因嘛是讲是因的是大人啊，安怎吼，尾嘛讲有机会去做土地公，这拢是分享，拢是足趣味的代志安尼。伊算讲是一个官职啦，一个官位。其实咱厝的吼，咱一般。可能伫咱家户内底上基村的，咱定来拜地基主。升一节吼，就是到咱庄头，咱庄头村落，去叫做土地公。所以咱个大讲土地公，就是咱像讲，就是讲，咱就里长伯啊啦，吼，村长伯啊啦，无就是官区，就是这个安来，伊就是管咱这个庄头的，吼。若搁再搁较大，可能就是到定珠宫。若搁再升一级，就可能到城隍啊，城隍的系统。城隍系统当然嘛是保这个城，为府、为省、为到岛，吼，这规个拢是一个系统，拢是土地信仰的系统。伊是一个官位官职，伊咧管什么啦？较早因为都是农业社会嘛，所以伊是主要是管农业的。咱台湾社会到变成一个商业的社会时，伊转型伊变成这个，咱讲都是用商业为主的时，大家慢慢的会把甲土地公为农业之神，变成商业。吼，做生意人嘛拢会拜，吼，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足重要，伊嘛是我讲村长、里长的这个概念，所以伊是咱生活当中吼，因讲啥物拢管哦，吼，所以咱一般来讲，咱传统的吼，譬如你讲伊是讲，咱是讲咱兜吼有生囡仔。生囡仔咱拢爱去户籍事务所去报，嘿，咱这传统的庄头嘛是安尼哦，咱生囡仔咱来去，咱就爱传吼，可能就爱传在这。院仔啦，啥物吼，去拜去土地公报告吼，咱就摆去咱像王家已经生一个囡仔吼，甲你报道，咱就报道的意思吼。一直活到伊中间有啥物动啊，但是拢爱土地公哦，甲土地公讲哦吼，一直到伊啦过身啊，嘛是爱甲土地公讲某人就已经过身啦吼，你户一个储户啦，储户的意思，所以伊嘛是一个水源的
保护者、守护者，所以你发现台湾足多咱这个旧的这个圳道啦，这个水吼水流的这个灌溉渠道吼，灌溉渠道拢会有土地公，就是在水源的是个守护的意思。所以土地公的角色其实是非常的济安尼嘿。有人嘛来甲咱讲啊，咱搬厝的时阵，咱搬到这个新位吼，咱刷位刷到这的时阵，你爱先去甲迄土地公拍一下招呼，啊，甲伊讲啊，你搬来遮大。所以讲，伊个有当要像管区吼，迄个管制区安尼，像那初二16哦，一个月都要拜2遍土地公，啊，这是还有做艺啦、买艺啊。咱较早伫农业时代啊，咱这个交通较无发展啊，所以咱这个无可能讲，咱也无迄个鸡啊饲的迄个情形，所以较早拢会用饲，所以讲你对咱像咱即摆夜市啊呢，哦，可能一个月可能初1甲15，啊，大概有一个节市，其实伊是叫做好市啦，好啦吼，家好迄个好市，啊尾啊转，才变成夜市啦吼，才变成一个啦吼，有可能是下啊夜市，啊所以夜市啊即摆初1、15，大概做生意了，啊大概初2、16，大概就讲咱就讲要来，大概就那种聚会啊，大家参宴嘛吼，啊安尼啊特别嘛是来感谢土地公的保庇，互大家生意顺遂，所以。初2、16就是咱要做生意人，拢会去做艺，咱就讲叫做做艺啊。咱讲常常讲土地公生，咱一般来讲是讲2月初2土地公生啊。为什么会安尼？就是讲咱嘛一般讲叫做头家啊，开市。对，头家嘛。啊，头家原因是因为咱其实你若讲安尼起来，咱正月16吼，就算应该是第一件做市啊嘛吼，啊不过一般因都要过年了，咱元宵节才算过年数啦，嘿，所以用2月初2来做这个第一件的艺，所以叫做头艺。啊，咱叫做尾艺就是比如讲就是12月16吼，上尾啊，当上尾啊一件是做艺，啊所以叫做尾艺，吼，啊，做头艺甲尾艺是安尼来，所以有人讲啊，到底土地公生是一时，咱讲就是2月初2算土地公出生，吼对，啊你8月15就变讲伊升天做土地公，所以一般的庙嘛拢会伫8月15还是8月16会来做土地公生。像讲这米菇啦，啊这三星啦吼，啊个迄个土地公金啦吼，这拢是真时常看到。但是我讲有一个较特殊的物件，就是这麻糍。拜土地公有拜麻糍。我甲大家报告哦，这个做趣味的啦吼。有人讲土地公吼，算老岁仔人吼，啊爱食甜，所以有的人会用这个土豆汤，土豆汤来拜土地公，会食甜，这个客家庄内底吼，啊因会特别的用这个麻糍吼，麻糍来拜土地公，啊这嘛做趣味，种这简单的，所以这个拜咱除了生类啦吼，这红菇啦这种的吼，啊其实。拢会甲因当地这个产业啊，这个因的特产有关系吼。像讲有一条迄个古道啦吼，就是迄个淡南古道吼，就是讲迄个北路顶悬听讲有一个讲土地公迄个小树啦，迄细间迄个土地公庙，我看特别多。迄阵淡南古道吼，这条山路要发展要开发的时阵，当然就是咱一般讲为淡水到这个宜兰这个部分，啊，较早拢爱耕嘛吼，啊，因为迄阵拢在山林嘛，足危险的，所以当初的人，所以因拢会伫就这个开这个山道要行的时阵，吼啊，甲中间拢有一条土地公庙，啊，就是咱是讲，互人讲啊，我要去的时阵是甲土地公庙，土地公祈求这吼保佑，然后我一路平安，吼啊，这担要扛来去，哦，去淡水，还是要为这个宜兰过来时阵，啊，会当有丰收，所以这就是信仰种啊。自我的一种心理的，或者讲咱行这条路较顺势，吼啊，所以伫这淡南古道看到足侪土地公庙，原因嘛是安尼嘿。啊，这后头甲土地公有啥物关系？你先林你甲种落去这个蒙阿波，吼，这个蒙地内底，所以大家嘛感觉讲，你这应该因为可能伫这个上调吼，咱个中国早之前吼，啊，就讲就发展讲啊，你要种伫这个咱个先林种伫遮嘛吼，啊，所以嘛爱甲土地。讲的意思吼，所以即摆台湾看到咱的这个蒙地土葬的啦，土葬的蒙地边拢有一个土地公，吼，拢有做土地公，大概是这个意思嘛，是为这个土地信仰安尼传过来。咱即摆看起来拢一般人讲上土就是代表土地公，不过其实我去查咱这个文献吼文书，其实。上土其实唔是这个意思哦，下土其实是一个神，吼，啊，这个神专门咧管这个，咱讲就是咱人过身了，是这个幽都吼，就是咱是讲咱地下嘅世界，一个幽都的守护者，伊主宰这个规个幽都的吼，啊，这个叫做下土，这个神明，吼，啊，伫管理这个神明的入口，有一个叫土伯，嘛是管这个什么你要入口，吼，啊，所以其实这个
后土这个意思，当摕上看起来就是应该是管理这个所在。啊，其实伫咱的文献中讲，嘛是足趣味哦。吼，有人就从这个后土吼，会甲风甲这个土地这个形象甲画出来。伊这其实是伫这个楚辞啦吼，楚辞这个册，哦，总地方偌早，啊，其实因都有记载，啊，而且把它改形象化，后土的。原来是安尼发展的啦吼，啊，所以后土其实性格足悬的呢。是。哦，后土，啊，即摆是讲到咱台湾，咱真把后土甲当做嘛是土地公的，一般来看待。啊，即种有当时啊，你讲对啊唔对，还是啊发展啊，我看是感觉讲哦，咱民间的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看法，应该就会使啦吼。嘿，啊，反正就是咱心内就是尊敬这个，不管是土地公、土地神，还是后土，拢是一种对因的尊敬安尼嘿。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进心。北京话的汪精卫主题曲，你的阿公、你的阿祖有可能拢会晓唱。真是咧。28代新一转来，是，伊的兄哥叫伊讲，你绝对会背228。啊，想到一个江西内底有这样侪内容啊，还是要甲咱讲什么？你个倒变写起来，安平、宝洁、青树湾，就这翻清啦。安平就是定兴宫的故乡啦。苏龙将军伊成立的妈祖庙，我用这套。了解啊，100首，还有这官拜妈祖庙。咱去庙的时候会看到土地公，啊，但是无土地婆，啊，这是啥物款的情形？因为土地公较自卑嘛，所以善家人会来求嘛。啊，是毋是土地公你来输我钱啊？吼，对。土地婆讲袂使，啊，大家拢好个，大家都无要做事啊，袂使。所以这是爱替咱土地婆名利的啦。所以你看，一般庙的基本是拢以土地公为主。咱厝的有土地公。啊，但是无土地婆，啊，但是咱去庙的时候会看到，啊，这是啥物款的情形？伫咱民间就感觉讲，哇，这有一个咱这土地公安尼，啊，足孤单，嘿，足孤单的，啊，伫遐顾庙，啊，顾大家平安，啊，所以台湾应该爱有应该爱有，咱就甲陪伴伊嘛吼，咱老翁老母嘛，啊，就开始就有土地婆的产生出来，大概是安尼吼。啊，不过民间佫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其实这个土地婆吼，咱就讲伊较当生啦，啊，伊的心理，咱就较少啦。啊，其实毋是安尼吼，咱传说里咧吼，应该是我观察甲调查是讲安尼啦。有几来传说来讲，土地公呢，因为土地公较自卑嘛，吼，较自强嘛，较善良，所以让大家吼，迄善家人会来求嘛，吼，啊求土地公啊，我足可怜的啊，足贵的足善家啊，无钱啊，是毋是土地公你来输我钱啊，吼对，啊土地公一讲哦，有影呢吼，土地公讲袂使，啊大家拢好个，大家都无要做事啊，袂使，所以甲动讲袂使，吼，土地公听嘛有道理啊，吼，啊有个人厝的人可能过身啊，安尼哭啼来甲土地公，哎呀你啊，希望会当甲救我迄个性命，啊毋过伊会用修都已经够啊嘛，吼，土地公看可怜的呢，有应该是爱想讲要甲帮助，土地公袂使，这个人的这个寿命是有限的，迄是注定好，迄袂使，你袂当安尼破坏这个人间的这个伦理。土地公讲，无理，所以咱民间的传统讲，哇，你吼，你要求代志，爱甲土地公求，啊，嘛甲土地婆。所以你看庙的，一般庙的基本是拢以土地公为主，啊，有的庙的就有土地婆。不过你家神看，一般拢袂去将土地婆请入来，因为咱透早到暗咱可能爱甲土地公求啊，啊，若土地婆听到土地婆，袂使，所以这是爱替咱土地婆讲理，所以这算女性，这是名利的啦。这个讲起来做土地公怪，咱土地公主要是农业之神嘛，是守护咱这个农民吼，咱这农民因咧种产吼，爱当丰收嘛。啊，为着呢，所以大家一定会拜土地公的。不过你土地公无一定到土地公庙拜啊，因为土地公是无处不在嘛。是。哦，啊，大家为着要来希望咱这个土地公，咱这个产造的这个土地这个修行好，所以大家拢会伫田头，伫这个田头田尾就会来拜土地公啊。这得个配啦，是讲这吼，就夹一土地公金，吼，啊，就甲插伫这个田头。是。哦，啊，安尼。
表示讲，可能伫这个春天的时候来拜，啊，一直到秋天休息的时候，过来拜一拜。这足趣味的，这个想法就是讲啊，因为土地公要替咱顺这个产水嘛、产衡嘛，啊，所以是不是讲伊老岁仔人吼，啊，要行歹行了有一乖啊，吼，所以你看，咱这个人的这个，我就讲，对人情味啊，咱就讲话，咱感谢土地公对咱的，对咱的，咱就讲扶持啊，对咱的照顾，啊，咱嘛互伊好行咯。哦，啊，所以咱拄啊顶一句，咱拄啊讲你讲后拜即个生日啦，拜即个红姑啦，拜土地公，啊嘛有甲按土地公金，哦，就是安尼来。嘿。内底拜嘛是土地公，是。但是伊安尼敢会到多了收当生啊，安尼收可怜啊吼。而咱即马当然对土地公已经有一个具体一个形象，不过较早伫农业时代，台湾拄啊足侪先民，伫遮开始开垦种田的时阵，其实无迄个钱啦，嘛无迄个财力通讲刻一济，啊，所以上较早其实咱砖头啦，咱咧伫咧田的哦，田内底可能用一粒石头啊，就来代表土地公啊，是，哦，啊有当时啊，像这就叫三粒石土地公，啊有人叫做嘿石瓶还是石柱，伊就是讲三粒石刻起来，摆起来。啊，这个变成一个土地公，大家对伊的信用，所以这代表一种伊的土地公庙的意思，啊嘛代表土地公，所以这是一种足特殊的吼，非常种传统的这种拜方式啦。所以你看到像我这是伫迄个观音迄边吼，桃园观音迄边翕的，因就足侪拢像这种的三粒石的土地公，吼啊土地公伊另外一个就是拢足爱甲大树啊结合做伙。是。所以这种的，就是咱嘛是较早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拜的方式，就讲可能有一种概念啦吼，蛇啦、弹的概念吼，所以这就是上较早的土地公的造型，就是可能一粒石啊吼，还是讲像这三粒石，这就是上较早土地公的一个形象。哦，可能看起来有像人形，哦，啊，就变讲伊就是土地公的意思，啊，大家就甲拜，哦，所以你看，伫这土地嘛是安尼，可能一个石头啊，啊，对咱来讲就是已经一个土地公。啊，当然豆伊的发展可能有就用石啊，啊，就去福德正神，吼，啊嘛是代表土地公。啊，咱即摆看这张足趣味的吼，这嘛是叫做哦福德正神，啊，这是香拜。啊，这个香拜是啥物意思？就讲较早吼，可能土地公吼，这是旧版的。土地公拜咯，这有足侪趣味哦。因为较早听土地公吼，你厝的无都通服侍伊嘛吼，无通咱厝的有客，啊，毋过因就会互请转去厝的，请转去厝的拜，啊做土地公，那就咱即马嘛是讲人讲炉主的意思。啊，另外一种像这香拜已经是刻较水的哦。啊，我去花莲啦，台东有所看就是安尼，因咧香拜是咱像就是有啲论德的意思哦。讲因为较早吼，可能咱砖头啊，就咱较早拢散啊做事啊，啊你无法度讲有去土地公庙，还是讲咱无人去土地公庙吧，啊，就用迄个香拜，轮到你啊吼，咱从这个土地公，咱就这香拜，啊，就传给恁兜，啊，就嘿，啊，可能这礼拜都你来拜哦，啊，伊拜好啊，或者后咧就传过后一家，啊，这种叫做香火轮团，是哦，香火轮团，所以只有看到咱早期这个农业时代吼，这种。砖头啊，大家人甲人的感情结合，所以我讲我咧看这个土地公的信仰，其实伊是早期咱台湾足好一种文化，佮足好一种咱有人情味。客家人吼，伫客家庄的时候，其实因是无特别有这个土地公的形象，吼，闽南的这部分是较有的吼。啊，不过这个造型一直随着时代的改变嘛，一直变化上济吼。甲看伊是咱一个乡土的一个，咱就中者，所以伊大部分拢会带迄个。但无啊，为无啊来看吼，伊有当时会滴咱这个叫做原艺帽啦，吼，就是种原艺帽，吼，这个是原艺帽，吼，哦，啊，你原艺帽，就是比如讲，伊是咱就咱这厝边头尾拄啊主持人讲的，咱厝边头尾一个中者，甲咱照顾嘛，吼，伊这种的吼，伊咱就讲土地公的一个，咱就讲一个织布啦，吼，伊的织布，所以就带这种嘿官，伊的官帽，伫咱台湾足趣味哦，佮足侪所在嘛，看着足特殊的，像这是中华文德宫，因的土地公，土地公就就一咱较早讲，那就这个乌沙帽，吼，你的乌沙帽，吼，这足特殊的，这做官，啊，因的土地公吼是升格，啊，为什么？因为因遐出一个算高人，吼，啊去皇帝，啊到尾甲铁空保安宫，台北市吼大龙洞的保安宫，吼，啊，因迄地足趣味，伊是咱像咱这个有无咱
咱包青天迄种吼，有天使的这种无啊，迄嘛是种歌无。不过咱台湾人是安尼啦吼，你我甲土地公求，我爱甲写信啦，所以我有段时间我都会甲做像遮尔澎湃，遮尔水的哦，这叫做宰相无，我都不管啦，我就比如你，你这种珠啊啦，这个非常的水，无啊，你从这无啊就看到咱台湾这个非常多样的这个吼，当然甲这个神甲人的这个关系就扭啊足近的安尼。是。啊，除了这个头顶戴的这个官帽啦吼，有无共款的形态啦吼，身躯顶悬穿的这个衫吼，手底内底摕这物件，随这个时代演变，咱这个社会形态改变，伊嘛物件嘛改变啊，吼，像这个叫如意，如意当然嘛是一种财富的，是啊，一个意思吼，嘛是希望会当数一财，哦，除了如意，我甲大家讲哦，即马上常看到是讲哦，咱台湾算大家做爱发财哦，所以土地公哦，即马拢会摕元宝。摕金元宝哦，即摆变讲土地公，一手摕元宝，嘿，当作是财神，一手可能就是夹这个如意。北部一间巷路地做有名，我讲迄土地公足趣味哦，好，因为伊咱土地公王，拢咧求财，你知无？求财哦，我看伊个帽啊，冠顶后一粒按一个金元宝，伊手摕着三粒金元宝，吼，脚嘛搭元宝，所以规身。金光闪闪，咱常常看到，常看到像这种的鸟啊啦、鹤啦，这种纹路啦吼，无就是像讲有个光草都有这植物植物吼，植物的这种鸭毛花枝，这上加看到。其实吼，我看到足些现象，伊嘛会甲穿凉袍。哦，不过我就是讲感谢伊，我穿凉袍，加风，对。其实你看传统的土地公庙，其实袂安尼做哦，因为讲爱有特风，因拢会甲讲一个传说吼，讲这个因土地公啊、地方啦，因安怎，所以用特风，所以会当戴官帽、穿凉袍。所以这个我都讲，这拢是规个吼，咱这个环境的演变造成咱这个信仰。造型上的这个改变，其实这阮来观察是感觉真趣味嘿。是咱今日听到老师甲咱分享这么多关于土地公的代志，咱熟悉更较多，嘛了解真多。